你去做正好事，我得谁呀？照金霜，见忘记到月。我的多为我选一个诚心驸马配成上，这朝中的大臣们到底是真对此梦，为所想名利之徒举办呐，我是此辈是。本宫从不关于朝政，不见王姬，据闻此人自在鳌上，今日到此地有缘故。这是宋王的，这是大司空的。追问，请公子浏览。念是。本王生于真定为奴，为黑农商，抚养府内青少男女，至于庸庸不安，不以正人。此举国之幸事，安居乐业。混色，乃是我吕家天下，为所为奴请于本宫定的，你们谁管不正？公子显怒，何况你来作证？此人司空宋弘以减少私密为名，笼络人心，专用王家来请作对。好玩色，无妖不中，转怒无不于配，一人不能永生空老也。情
见公主千岁，下跪的可是宋红？正是微臣。我来问你，你是哪家大臣？我乃大昏王的家前的微臣，位列当朝司空之客。昏王之下，哪有你这破女之臣？此话怎讲？你心中明白。向我宋红一片丹心，上秦忠于国，下秦则于民。后来破年而死。宋红，你他呆！你是在傲上好狂妄，欺公子有之欺怀王。一臣后臣将王家亲，你不念何作还金刚？我要负谁身的数不开，是我当今王亲理应当，你一门是奴婢不义。不罢去，理应该读书十方送万乡啊！若不加上谁官司啊？只怕那王氏为妻亲要放，难道是王就为谁赢过你？全国称赞须把财长在朝堂，公主谁有理解谁，共同饮铁土当。
生无疑，天恩浩大，生命长。你抚养父作奴，无把口，都是钦差人，女子少年郎，堂上亲长女都成王家奴，贫家哪有家所量？有多少怕发父母一门房？有多少骨肉离散愁断肠？苦了千家共一家，那万语不太也功名安康。公主你扛啥不顾命且苦，又何必当年心思迷惘茫？公主你扛啥不顾命且苦，又何必乱争不准才沙场？公主你扛啥不顾命且苦，又何必负与地从真儿还家当？离尘世大，非富也，该战该挂牛成当。用你喜来讲，谢公主。不言。
内侍，按司空大人之意，将本府审定曹之名册按进发落。公主深明大义，令人敬佩，下官对黎民百姓谢恩了，告辞。慢，内侍，接司空大人困送。有公主在此，哪有下官的受位呀？请。据闻司空大人满腹经纶，才华盖世，本宫欲对诗一首，请当面指教。这，若闻今日之作，内侍必应是会。一首无言诗，若向正湾区揭露对彩位，适当记明月，落日晚清溪。这好像是一首藏头诗。愿借思路，目的里请帖配在难忘，分明是一时世界太荒唐，他总说今子月夜都永归，我恰是两红照满光，且待我热情去为题。真乃是羞恼了公主，非寻常。拜托公主佳作，是却诗意未行，下官若后诗一首，请公主指教。此次陪本宫与你谋门，谢公主。
困。下官有朝事在身，告退了。不愿谁来谁，官军下车兵，相爷求入律，重用公王妻，也是一些长头诗，不敢相从。长头诗将我去。王家女，难道是陪你送红莫相依？老花有一岁不尽，宋红啊，宋红，多亏你查出难忘，我自非忘记。忘记，那时候他对你讲了些什么？什么？忘记？你要招他为驸马？哎呀，忘记，忘记！姐姐，公主将宋红死后发落。你想借他之水治疗宋红，真是使者聪明不费心机啊！这位宋世孔就要被召为东厂驸马了。这还了得？那宋红此次与小李作对，却能让他召为驸马。那副养兵日交往不可一世，连万岁也要让他3分，你我岂能违背他的心愿？那怎么办？不是神仙太子对其所好，妙，全的宋红做驸马，我们冤家对边亲家，还请他们死一家。好生活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，你玩的手不手红休了剑气。哎，这个美人倒是难做的，说难也不难，只要他肯出面，不怕宋红不义。哪一个？当今皇帝。
神，你这不忙于朝政，连今天是什么啥子都忘记了。青山，哦，今日已是中秋佳节了。是哈，官神，你可曾记得妇年节的精神？妇年节的精神，我穷困潦倒，贫贫交加，梦娘子不弃，你我出土为乡，在那三人庙前定下了8年之约。官神，如今可尽还来，今日乃是中秋佳节团圆之日，与官神畅饮几杯。官神，你莫非身体不适？啊，不，得下官敬夫人3杯。长官劳累，官神。夫人。一杯酒，敬夫人，自家御房，待神困我列
莫非是真我老来提案？莫非是淮海风波早见先？君与你难七分雨，原郎得起破夫人，切身情在真，世事连插一颗心，临死起心曾不算，今为交真我曾经。
生相关，是为妻想起当年在鸟阳之时。啊，提起鸟阳，下官倒想起来了。今日上朝，万岁又提起实在鸟阳神是一股神，要我设法打听他的下落。万生，这事你已经说过好多遍了。是啊，万岁每次提起，他是难忘当年救命之恩啊。这救命之恩哦，不的也罢。夫人，此话怎讲？官生少尉为妻去那件东西借一款。夫人，官生，你来看。一只破碗。百岁兵得结上，基地落荒走百岁他昏迷不醒，才龙沟里。忘记讨饭到城。我父女抱肩来相聚，俺将他接移家中藏，千草娘熬作汤，三月上雨生情好，雨水之风声来袭来，慌忙在兵死难当，为惧他结义不肯，我弟弟为当贼兵。百岁他临泪下，这他说道：“倘杀他们不是父亲此外来见。”万岁，救命之恩必报是此说来，万岁要找的救命恩人，就是夫人你呀。夫人，
但不知如今你将这我是何处置？以为妻子间不知增长此外，应去皇室。好。我们是让郭大人到。我与国狂素不往来，他来责任。夫人，暂请回避。啊，宋大人。啊，郭大人，请坐啊，谢受，请。郭大人，今日大顺光临万岁，实为惶恐啊！啊，宋大人啊，此光我不狂，千金啊人，几番得罪你宋大人，于是才知不成，听得到，我自开不是难听来。往日种种已过去，当今还望你莫记心。郭大人，有话就请直说吧。我们今日是得来贺喜的，贺喜。朝夜神医传送去，忘记爱慕。他亲口点你为不忙，从此为你都有这张的去。郭大人，宋某早有起身，后来遭亲之事啊！宋大人啊，忘记公告要三句，言出此生灵应，万岁命我来中，引起再去是我命，引起再去。是啊，曾是你出生的前是你，真配着堂堂司空贵夫人，修其他荣华富贵享不尽，谁知他从农家回前程，天堂的哟谁你兄，一念之上要回众生。是说来，郭大人，你以为我却很再三的了？你我同仇为仇，我理当要老。我是演戏是风卷云，今日里红龙城，从今小有一套，不是我家一爱情。一派副业太
大人，你这些话对我讲讲，倒也无妨。要是传到身上的耳边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！宋大人，你要冷静地想一想，我们此来乃是王命所赐，这王命不可为要。左一个王命，右一个王命，请问王命何在？你与我拿来呀！哦，我明白了。殿下官去为兵身上，与他人祈祷生死便了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夫人。谁是明镜？
各位亲，明日去到宋府审案，不知宋爱卿以为是否？万岁将公主下嫁于他，岂有不允之意？这是宋大人不中明君，只怕遭人非议，实与万岁生育，才明知言顺。交贵一起，事故尽矣。国王做事也就名正言顺了。内侍在传王及王儿进宫。是。万岁有旨，传王及王儿进宫。王姬请。皇军实在国际心心传，国王听了心喜欢。为他日子去相亲，就可就到朝阳关。听说宋红到朝阳，等是我心绪了乱擦了花。想当初会不动兵成女后，从你将天下乱之放心上。自从见了当时空，只舍得今天月子加黑了，他今真领好才哟，一表你们谁去讲？是这等在茅上结的鸡卵子，正是我心知神往的驸马郎，今日巧女得将女，怎不叫人与君与妻与须与君我知长？启禀万岁，大司空宋宣道。王姬他可是来了哦。看你玉帝所指。宣大司空进宫。是万岁
姐家母子万岁，夸夸请请。此处嫔妃进殿，你我不必允君臣之礼，请送。谢寿。宋爱卿，方才不久为证，得知宋爱卿不中名节，这才是情呢。这宋爱卿交会一起，事故结余，故而请爱卿经过。那，有寡人作主，将欲忘记下嫁于你，不知爱卿以为是否？你。万岁，微臣家中早有妻室，此事不过聪明。宋爱卿，岂不闻风雨将归期，听其再去不心情，今宵成言不同去，夜期不必太多虑。宋大人，万岁赐婚，名正言顺，无愧民心。你还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呢？夸夸谢恩吧。我家子爷生死有理，寡人赐婚名正言顺。爱卿，你外甥成了寡的旨意了吧？万岁，臣闻并肩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定期再娶，不成不义之举，使臣实乃聪明。宋爱卿，小玉凤，真不顾君臣之礼非君王。想当年，王莽将你听死在，光我挺身救你出牢房，关闭司空酬君子，君臣相依今朝，今日光亲自还，你为何亲自从糟糠？再相劝理不从，寡人的真言知何方？万岁求成，请你从自于儿身，百事空。为立三公成王空，我必有亲征复命，亲迎城中。为朕知道谢修生得不是万民颂，负这一教为一妻，上阴下有百国风，微臣冒死今这夜听其再去实难从啊！
大人来臣家中设媒，臣一臣允婚，望万岁明鉴。万岁，查访民情，明日就要启程，臣告退了。父亲。这些事都是你撒出来的，事情闹得宫中人人皆知，叫本宫今晚怎样出神呢？王静，国狂，万岁，大胆国狂！国王命你前往丰富之美，本是有言在先。王继婚事非同小可，此事只可适合，不可将就。计算宋红别着约会，引火荒暴美情，事情弄得宫里上下无神不知，弄得寡人十指难破，给大后去。万岁息怒，臣平力将军，不向宋大人。他去采饭黑。宋红的回声，寡人七言不知，一阵阵七言出力。万岁息怒，国皇娘是一片好心，这是万事不敬。想寡人私有上顾，张其回应，前才能颠沛逃亡之中，又平上江上。若不是张继为我掩门乞讨，我早已平死他乡。如今我身为排名之尊，今日皇帝的婚事都阻止不了，真正羞杀臣也。内侍来，才寡人不要负一职。是。有用哦，你却不会在宋之气臣事身上当当旨意。对，陈宋红策划民情，不在家中，将他那糟糠之气说出京都，逼宋红去办。倘着宋红这一举婚，那去娘踏上脱婚。退！万岁，宗亲平身，谢万岁。寡人必曾宣召宗亲上言何事？万岁，臣等不去念叨，万岁就忘记失婚，这新贵妇马公就是他司空宋红，臣等得来欢喜。是啊，少爷深深闻听，
都到天子生人我堂，红火祭天。事实上来，寡人这个婚是值得的喽，不但值得，而且还值得，这叫做天朝一代，地震一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台灯接着良辰，朕亲自御宴，与两位大神同饮三杯，谢隆恩。启禀万岁，大司空宋弘开元归来，正在宫门望候之。哦，朕正要找他回来，不想他已经回来了。太朕佳节相遇，万岁内居无之身，此事臣等陪劳，此事有劳了。有请宋大神。茶坊归来得雄心，父神听儿所曾经身上应是太不仁，不瞒得强压怒气复亡命。宋大神辛苦了。两位大神，这是为何？你来当今王，我的历代功业，宋大神请臣宋弘节将母子万岁，平生赐从谢从。宋爱卿，以天真外心，言多历史，不知明镜是何？万岁，神奴历经万民振奋，神奴乃是众王所归。好。莫为不忘一片心。万岁隆恩，臣此生难报。这是有一事宋玉卿，你的心意朕已经明白了，你就不用再讲了。归去，臣在。万顷太神马早是传，臣子，宋大人听旨。大宋爱卿，寡人对朕也要过三分。宋大人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司空宋弘道在前辈，王之喜欢，真君作之。得此之恩，早为父马。愿陪臣师夫人，交为偏上，亲赐谢恩。
夫人死，恰不了今天将至将死还。莫亲亲，来，万事成了多王爷，赠与你君臣郎君君臣共赴圣经。了，就是那句红水记，这乃亲家。宋大人，快快谢恩马，且慢！启奏万岁，朕有一事不明。何事？臣启程时被捉走疗养之事，难道万岁不知？有这等事？万岁，遇见他时，臣立即启奏。那陈氏夫人生命大逆，为臣见宋大人早为不马，他是此女为罪鸟养去了。郭大人，我回到家中，听老员工禀报，分明是你强逼夫人专为疗养，真是使女玩笑。哎呀，宋大人啊，那是郑夫人亲口对我言道，她是此女为做疗养的，你可不要听信府中瞎说的胡言啊！万岁，万岁！好了。既然陈夫人已经为做疗养，此事配备也好，是缘也罢，朕为他加付一批，特赦之恩也就是了。万岁！哎呀，宋爱卿，过往的一片可惜，难道你不懂于衷吗？这个万岁隆恩，臣岂不
凡事不妨忘记手足之情，甚是敬佩。只不过，万岁也替你承的苦楚，不要将人诉难。宋儿卿，满世事堂堂的皇宫，民间官家也相同。我回去侧夫深从，回的是八大张家唱一公，也当是三足情深关同样。我过去舅父只是来求你送，万岁，爱情啊，承同此心，心同理。他也不到你前快哟，此苦哎呀，万岁呀！娃爷之此，臣谁给万岁？上回朝中大事，谁不通到护臣万事不是？这是信以为重，即朝事大。这敦敬千里之事，使臣甚难从命。宋爱卿，你又何必是此呢？像你的当朝国国大臣，也不都去与我不可。像那陈夫人不过是民间女子，保亲富贵也不错谋于他。你又何必为此名为小计而斤斤计较？是啊，故这计较过于偏执。大丈夫岂可为了儿女私情而负了他死命？这位大人，生人有言，岂可不准？大丈夫自过，并天下些许修身能齐家，家事
不管，你为什么不管的？是臣之罪，冒犯出走了将。哎呀，万岁呀！微臣倘若却从生命永魂，宋红就成了抛弃糟糠、吞吐富贵的违心弃义之徒。再三，万岁对臣启别罪疗养之事，是非不便，又强硬失魂，实难不懂。此事倘若传扬出去，天下人民必将是神人要与议论纷纷，上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到那时我朝廷巍巍国父，早早立法，去会与你万岁。是谁了？呀，宋大人，不正之言，万岁！万岁！宋庆死后，神不能当不是宋红王爷所为私情。呀，万岁！宋红口出狂言，我孽之心一命，望万岁明正言语。国况。宋后为国执法，何才只有宋后立可自称，耿耿此心，为天哭表，天前父是万岁。宗亲，宋后给当后才，宋红其才到此。万岁，宋红有才，这是念他有功于朝，免其一死。宋红作出功兄，轻松宽发落，探亲生财。呀，万岁！他却以违抗圣命，我是宋红，朝廷不取他论了。这个万岁万岁！从今翻来长官，忘记他有血难主人，他才不见腰，哎呀腰死尽。此刻万官迷不信定死神。宋司空，你何曾听见？皇几经为你，你才担心了啊！万一事情，万望身体。宋好，去了你一个好思量，我是我是你好自上，将那头去被他夸，你万官在城墙。忠心自主，还家我，从此开刀骑满哇。强生自那领报，难道你
要送红，我
严明正身，无事可动。宋武啊，宋武，理应之前，正你也让你死不明白。你可知道王家的奴婢放与不放，与你宋武有何关系？可是你这王亲不屈着的，为了王家的婚事，本身还想拉你一把，可是你竟不识得拒，却招来这杀身之祸，你可不要怪国破无情啊！父慈，来呀！哟嘿，到马家留神。看见公子，司空大人，见此情景，心不忍。我强压羞愧，叫一声，司空啊，明非本宫举子情，不信你才将一语等你，本想与你结缘好，谁知你因我本在意，再造缘谁说是深藏的，恰也是愿我情以后根。本宫不顾皇将军，官到法场再动灯，倘若是司空能分我还是云不退了真我公主多才恩，愿公主凌轩才郎结良姻。马将军到，宋大人，马将军，将军不在边关到此责任，难道我也在这块里求死不成吗？马将军，谁当不去？马将军，你我正在军中同甘共苦，你还叫我兼不你？
我与你还讲什么同归共苦？像这样的工人都要蒙灾，你们王家可怎会不护插脚呢？将军休得怒骂，快回边关去吧！你有所不知，可恨不怕？押解夫人出境，总督把我救了回来，你快！结了夫人，逃走了吧？不，万万不可！都怪为妻无能，无意娶不了婆子。
她是当今王姬无言公主。见公子一提当年去不了，想起听闻声传回来访，人已成见，为什么似曾相识？这笑脸庞。来相迎，管他有好事，陈姑娘啊，莫提怎要报得官人名？曾知我听的将军纵棍一弹，不愧是混世良将，请上随无恙一礼。奇怪奇怪，马将军国匡在，你二人一同进殿面君，且听生裁。是。马将军，你去卫兵万岁，据说我官人已经答应公子的婚事。夫人，这是聘礼。这啊！
身水碰回报捷当军。臣马良铁将如此万岁，马将军平身，谢万岁。马将军以从边关为累，莫非就是军情切记？非是边关切记，乃是朝廷切记。啊，此话怎讲？万岁，大司空孙弘乃我朝东梁之臣，斩了苏弘，朝廷岂必吞了东梁？故而莫将大雷接将。宋弘休是忘记千军万扫，其罪难容。我看斩他不得，真意下诏，岂可更改？万岁的圣旨，末将已经带回，请万岁谁为臣意？啊！寡圣的圣旨，岂能用尔等随意摆布？哎呀，将军，生命之山，岂同儿戏？我看你们这些人呢，卑鄙的为宋大人命运交缺，当着万岁的面一场神风说，哎，这好人都让你们走啊！都他但马良，儿好放肆。万岁不必动怒，这是公主命我带回来的。公主也都发长了，在法堂之上求得宋弘云香婚事，莫将鲁莽得为宋府迎客。哦，no，这是宋府的聘礼，请万岁顾莫。一见聘礼是臣应，赞颂公也不曾恩情，寡臣岂会想将他斩，不料他凌云可算，晕了魂，这真是喜着娃娃才美转。恭喜万岁，恭喜万岁！为谁臣立臣忠心？啊，诸位亲，万岁，宋弘可杀么？万岁，宋大人乃我朝东梁之臣，自今已经孕婚，理当得杀。可是天下人会不会晓得才儿反儿？鸟家之争，无需争辩。当初在宋弘，是万岁英明孤断，如今杀宋弘，更不是孤断英明。常言道，此也是必是也。不愧是三朝年老传于变通，乃是来，传旨三位宋弘。万岁有旨，三位宋弘。万岁万岁！这些见见万岁！自从你到此做甚？万岁，这些时辰在上，得来为宋求情。哦，你也是为了宋弘求情的？念他多年无证，攻击来来，请万岁饶他不是。自从你来迟了，事情不是杀宋弘，而是请宋弘。宋弘已经孕婚，这就是马良将军为宋代为的聘礼。哦，马良带来什么聘礼？拿来我看。啊，马良送来这种聘礼，数目胜军，岂能有的？何况我在臣，快将马良拿下了。且慢！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万岁，你自己去看一看就明白了啊。
金财上，请随我一拜。万岁！作为他神，万岁！这就是我14夜想行早已久的九江恩人陈三句。当年兵他最了了，身大从上名才呀为，饥寒交迫我狗去，几地贫困也从未。三击他杀身放肆救济的勇士外傲，做解压将真为，一边是金青年真，三击呀鼻子不许空泪。谁知他苦在洛阳精神人类，那父子也在刀下细细看，生死一次再还。莫非是宋司空？正是财神宋红。哎呀，送棒，送棒！哎呀，宋爱卿，万岁！想不到这的九江恩人就是爱卿的结发言妻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朕我？万岁！万岁！此怀本宫因此愧，面对恩人心欲归。上不是八丈巧女陈夫人，此臣他出乃外围。万岁呀，朕下从今要分平，趁我要率莫比国话，万岁！他的国话，即是三派红天御阵来呀！根据他的王门之责，便为4名。万岁！下去。众位爱卿，万岁！提醒才艺闯中央，强兵混子太过当，怎料青史才去藏，小于天下张王莽，宋司空做三三进风繁华，来梦水上夜一当。万岁！送我此番梦圆为结身上你岂能因规矩往家风？一心招贼不奉王，告祖先的也一训，切莫把自律风黑乱草真，切错
万岁呀，万岁自行且与公，只不过这几人无大用，唐啥子臣民必竭其忠义，更添逆旅在心中，正以为父母已教亲父无言，贵不义气乐无穷，昨日天下张兴你为民立法是国风，那是今怀杀忠心之杀辈，定能够莫令家官不用心龙，莫令家官不用心龙把令送。好，此事切请太真与陛下造。金陵在此。哦，凭借自教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现在好，啊，诸位请。